林总，你回来啦！我刚刚去办公室找你，你不在。你们在讨论什么？我们闲聊几句。你们很闲啊？林总，是我给杨总递交了一份报告。我呢想去大学里面招聘一些有关电子商务方面的应届毕业生，因为我们电商的业务现在需要拓展，我这边特别缺人，所以就请杨总带着我过来跟张总请示一下。坐下说。好。这是分析报告。啊，我刚刚问了严总，为什么不聘请一些成熟的高手？严总说，现在挖人实在是太难了，而在大学生里面去寻找一些人才，一方面呢选择面更广，另一方面自己培养的人忠诚度高。是的。但是自己培养的人就一定够优秀吗？我觉得林总说的有道理。要不然这个方案就暂缓一下。张总，你的意见呢？我本来是这么想的，我们公司现在正在组织机构改革，也正好需要一批新鲜的血液。我甚至想，不仅仅是电商部，还有销售部、市场部都可以招一批我们自己的管培生。按你的设想来做吧。你刚刚不是想？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件事情你来负责。林总，丹尼尔总裁来视察的事，我还没有跟你汇报呢。下班以后到我办公室来。OK。严总，既然这事儿张总亲自抓，以后你就直接跟他沟通，不用经过我。是不是觉得严总刚才对张总脸色不太好，所以你就想全身而退？这话说的，我不明白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两个人也是师徒。这人呢，反应迟钝固然不是什么优点，但是反应太过敏锐呢，也未必是好事。都是神经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我没事儿，他昨天没有再打你吧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喜欢我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是不是我不该给你那杯咖啡？其实今天的事也怪我，我们俩昨天又吵架了，吵得很凶。一气之下，我就说了一句：“你就是很优秀。”结果他就疯了。潇潇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，不会让你受半点的委屈。请你相信我，我是认真的。我昨天晚上就已经跟他分手了。姐，小鱼，林总不在啊？接了温总电话出去了，他说你不用等他了。这样啊？你先坐，我们聊两句。
干嘛呀？这么神秘？怎么了？你知道现在你的处境吗？中国区要增设副总裁，听说了吧？嗯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当然想啊，可是我升得够快了，怕是没有资格。你有没有资格我不好说，不过孟凡已经在拿你当棋子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的是亚太区简讯的事吗？你是觉得孟凡在挑拨我和林总的关系？可是这事林总不会信吧？当然。你知道他问了我2件事都是什么吗？接待丹尼尔的工作，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？提前不到20个小时吧。当时小鱼在外地给我打电话临时布置的工作，他也是连夜赶回来，我们通宵加班，总算是没有出纰漏。知道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吗？总部的邮件是在之前2天就到了，孟凡故意压到那个时候才给张小鱼，就是想在我和张小鱼之间埋一根刺。小鱼才刚刚提出过辞职，他一定认为这是个机会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在汇报年度规划的时候，张小鱼跟丹尼尔单独聊了20分钟。是，不过当时我不在，也是听说的。你问他了吗？没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只是奇怪，什么话题需要孟凡的回避？连我开始都特担心，还一个劲儿的给你打掩护。可是你看，林总根本就不会上孟凡的当，他信任你。太累了。林总的母亲刚过世，他还没缓过来呢，人家就兵临城下了，林总才累呢。小鱼，你跟丹尼尔到底都聊了些什么？这件事我只能单独和林总聊。不好意思，彩彩姐。没事儿，既然林总那么上心，你就尽快跟他汇报。我知道，可是明天刚好是周末，而且这件事也没那么急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让他好好休息。下周吧，下周找时间跟他说。本来呢，想带你去外滩散散步，但是金小贝本来就恨我，要是知道了，非把我杀了不可。所以呢，就吃吃饭，安全点。你母亲的事情，我听说了。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。你确实看起来有一点疲惫。谁又不疲惫呢？你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我只是跟仁泰的副总开了一上午的会，跟他们吵了一下。但是你看你的发型变了，感觉你整个人都变了。啊，头发是因为我事情太多，没有时间打理。人变得怎么了？变得，没这么狰狞。我已经很狰狞。你说本来想约我散步，不是为了只帮我散心吧？是啊，我也是一个没有妈的孩子。还有别的事儿吧？有。对呀，这才是温哲嘛。哎，要是你这么看我，那今天我们就不谈公事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这样的人谈公事就是散心。说吧。还是没变。好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，我想请你呢正式向仁泰投诉我们的仓储系统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上次给你的物流仓储资料，我最近复查，发现有一些问题，在元旦期间确实是造成了一些损失。你是要动
分管的石副总裁。是，但是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，我需要借由外出的压力。SW 一家也不够啊。SW 不是唯一的一家。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动人呢？我不想小金总在未来的某一天继续面临到我现在所感受的困境。有些事情不适合金总去做，反而适合我这个为期1年的代总裁去处理。或许这个就是我的责任吧。替小贝想的真周到，那我没有理由拒绝了。再说，你也帮过我们很多次，以水代酒吧。那就先谢了。开门呢，我都快要报警。干嘛？啊，我现在无家可归了，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得收留我我为什么有责任要收留你呢？我是你男朋友。啊！
事的啊，迟早的事儿。你牙刷关了吗？快飞电了。不是，你进来。哎呀，等。你要干嘛？你不是说你是我男朋友吗？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对吧？现在都是比较主流的销售模式嘛。网上肯定就是 KOL 流量主播，商场里面嘛就是男化妆师啊，对吧？都是核心。这不是全部的文案，核心内容全部在我脑子里边，这只是一个初稿。现在只有我、你、张小鱼，不，还有半个人，阿兰知道一点点，我跟他口述过一些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你就告诉我需要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帮你做流量主播？好，没问题，我可以。你太合适了。我跟你开玩笑，你当真啊？你不真的让我去给人家化妆？不，我说的是复合型的化妆界的 KOL 意见领袖。再怎么复合型，还不是 KOL？不，你听我讲完啊！我不需要你去化妆，你就是发文表达意见，你最擅长的，偶尔需要一点直播。还是要直播吗？这样吧，我帮你找但丁，但丁没有你帅啊！你夸我帅？你是很帅啊！那为什么你以前没有夸过呢？我今天从工作的角度看你，我觉得你超级帅。那我从各方面的角度，我都觉得但丁也挺帅。他没有百货业巨子的 title 啊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我帮你分析一下，你选我是因为我又帅又有百货业巨子的 title， 对吗？剑桥毕业，有钱又有品，最高规格的 KOL。啊，那我能不能问一下，你这个想法是从昨天晚上之前有的呢，还是从昨天晚上之后有的？昨天晚上之后啊。所以林如，你觉得你现在需要我做你的什么呢？啊，我刚才一直在说呀，就是高规格的 KOL 啊。什么表情啊？你看一下我这里边写的。我没想好，再说吧。完蛋！喂喂，我好像又搞砸了。你说什么？孟凡推荐你做副总裁？恭喜你啊，严总！有什么好恭喜的 ？SW 中国区将要大乱，准确说呢是已经乱了。从你离职那一天开始。谢谢你这么说，知道吗？我离职以后 ，SW 公司还愿意跟我聊天的只有你。不说他们了，说说你吧。有没有想过重新找一份工作？累了，想歇一歇。再说当年我跟 SW 签了竞业禁止合同，这么多年，除了化妆品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也干不了别的工作。竞业禁止，签了多久？2年，是我担任华南区销售总监时签的。你呢？也是2年，不过已经不重要了，我准备不干了。不干了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具体的内情我不清楚，但是我相信你，你不会用假货，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。你知道的，我是东京大学毕业的，所以我离职以后准备去日本。我的老师给我打电话，
让我去给他帮忙。那边的行业也不是化妆品行业，所以应该不算违背禁言禁止吧？其实天高皇帝远，就算是化妆品公司，谁还真的去打官司？我只是觉得可惜，你跟我不一样，你在 SW 没有真正的敌人，孟凡推你，他一定会保你。副总裁这样的高位，我是靠技术吃饭的，那些虚名我根本不在乎，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，我也犹豫了很久。怎么，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哦，不，别误会，我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。我是想问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新的环境，换一份心情，重新来过呢？你为什么会这么问我？像你这么优秀的人，不应该站在这个地方受委屈。受委屈也是过去了。我先生还在上海，我还得陪着他呀。我说的委屈，就是你先生。过去的事了。我知道，你之前从广州来上海就是为了他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他在广州的那个他，比你还早一步到上海，后来竟然又跟……好了，严总不说了。揭伤疤你不疼吗？对不起，但是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他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，一个不懂得珍惜你的人，一个会让你伤心的人。你最近怎么那么忙啊？看你忙的都瘦了。瘦了？瘦了。我这教科书的身高体重比，怎么可能？那别吃，继续保持教科书一般的身材呗。不让。干爹啊，啊？你说我们俩现在算恋人吗？啊！那天你跳楼未遂的时候，你亲自给我表白了的啊。小雨，咱慢慢来呗。不认账？认，我认，肯定认。你等我准备好，我向你求爱。向我求爱？啊！神经病！那你想准备好什么呀？至少得先把温哲的枪给换了吧。你换个思路啊！为什么要等呢？反正你但丁跟我张小鱼早晚都是恋人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咱俩一块还，哎，不就是3下5除2的事儿吗？不，我不说赚钱比你多吧，但至少不能欠着钱深情软饭吧。我是有原则的人，你以为我金小贝呢？怎么着啊？那么久不见，一回来就说我坏话，嘴还那么欠。嗨，贝哥！哎呀，油死了，大总，请我吃饭又请小红，但我发现你对小龙虾的鄙视比温哲都强。哎，贝哥在这呢，少听温哲。没事，提随便提，我告诉你们，提死了都没关系，因为林睿现在已经是哥的人了。乐什么呢？啊？呀，哎，不是药没吃够是不是？拿走，哎，管你女人那么大有手。先坐，我问一下，我想问，真的假的呀？我是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肤浅男人。你还真够肤浅。你够。哎，不对呀，贝哥，要是你们俩真在热恋中，大周末你不陪他，来陪我们俩吃小龙虾？对啊。主要是因为早上就夫妻2个人吵了个小架。哎，不说我了啊，好了，说你俩怎么着啊？我听说打了3份工，够辛苦的呀。
哎，我的意思啊，既然咱们金蛋组合当年是一块出了江的，现在有那要一块。这个，哎，文哲的钱咱俩一人一半，我把你折给我的股本全部还回去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一块还钱。好哥们儿。飞哥，我刚刚还跟丹宁说呢，干脆让他来我们 SW， 你说他赚的肯定比现在公司多，对吧？能不说这个了吗？又不是让你走后门儿，进来也是要考试的，怕什么呀？真的，丹，我跟你说，现在 SW 电商部正缺人呢，严总还打算去大学招人呢，你考虑一下。不是。考虑一下。不考虑。给我点纸。孟总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孟总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咱们能改天再约吗？啊，好的，行，拜拜。辣。像金小贝这样可爱的小青蛙，你得到了人家，你又利用人家，让人家出卖色相，给你去卖什么化妆品？林小姐，你真是没有良心！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都能变得又 low 又俗气？出卖色相卖化妆品，我那叫计谋，你懂吗？还有，他都快30岁了，什么可爱的小青蛙？哎，那你要是说罗光明是癞蛤蟆的话，金小贝肯定是可爱的小青蛙呀。刘薇薇，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你还敢在我面前提罗光明这3个字？罗光明是谁？哎呀，你说，要不是我介绍你认识罗光明，你跟金小贝能这么快就走到这一步吗？走到这一步才麻烦呢。麻烦什么呀？不就是生了点小气吗？说点甜言蜜语哄回来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不对，你是不是又想临阵逃脱了？我跟你说呀，金小贝这个人挺好的，你不要嫌弃人家。我没有嫌弃他，他也真的很好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什么问题？我本来就不太正常，你也知道的，我现在更不正常。以前我至少知道我不喜欢，我现在不太清楚我对他到底是哪种。当然我非常喜欢他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我特别害怕，我是因为我妈妈的那个事情，我在最崩溃、最脆弱的时候，把他当成一个救命稻草给抓住了。好好跟人家说，哄回来，甜言蜜语。喂，丫头，我妈病危，明天一早我飞过去。跑回来了。啊，堵车，我查了票了啊，今天没办法了，但是我让菜菜订了明天晚上的票，我白天去公司安排一下工作。你不用去的。啊？我不用。妈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她就喜欢把一点点的小事放大，她就希望我爸跟我去紧张她，去呵护她，她享受这种感觉。好了，在家等着我，走了，那我送你去机场吧。不要，我最怕机场告别那一套了啊。你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走了，好了，拜拜。喂，杨坤，有什么急事儿吗？我想明天找你谈
一下，您看几点您方便？张总好。张总好。干嘛？你找林总谈过了吗？你不觉得他回来以后怪怪的吗？如果你们有误会，要赶紧消除。什么和什么呀？林总他妈妈过世了，这几天他情绪不好。不对，前2天王李总去他那儿，为什么没找你啊？你太敏感了吧？他知道我刚刚当上这个总监，最近的工作非常忙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真是，有时候精得像猴，有时候蠢得像猪呢。什么和什么呀？是老贾让我来找你的，你知道他分析的结果是什么吗？但你又来视察，你太出风头，功高震主了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瞎说啊！我跟 JK 约好的，今天就见面。嗨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害我白担心。拿下那个副总裁啊！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我会加油的。回头把嘉信这份单子重新按照那个周山那个格式重新做一下，是吧？现在姐，张总，过来找林总啊？严坤严总一大早就来了，刚刚进去。哦，那我先回去吧，到时候方便的话你给我给你打电话。去吧。哎，小鱼，怎么了？我是看着你进 SW 的，这才没过多久，你都当上中国区的销售总监了。一会儿进去跟林总好好聊。去吧。电话啊。张总，孟总找您一下。喝点茶。谢谢孟总。小鱼啊，你现在是 SW 的传奇啊。但是我认为，其实以你的资历，就算再努力，到现在最多也就是个销售经理。可是你看你现在，已经是中国区大众日化部的销售总监了，多厉害！怎么做到的？就是各位老总的栽培，还有同事们的帮助啊。栽培肯定是有的，但一定不是各位老总，而是林瑞林总在栽培你，对吗？是林总最栽培我。可能你也知道，我最近和林总有点小分歧。小雨，但是你要记住啊，一个优秀的管理者，首先要学会管理好自己，要用理智压倒情绪。我明白的。谢谢孟总的指点。其实我私下帮你的成功总结了3个原因啊。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你有贵人扶持。第2点当然就是你很有能力，工作做得也很出色。人嘛，不管干哪一行，都讲的是一个天赋。但是我认为，你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。关于这一点，你不用谦虚，我和林总对你的意见是一样的。孟总，其实我刚来 SW 的时候，是因为别的原因。后来是真正爱上了做这一行。我相信。其实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第3点，诈尸。孟总想说的是接下来的增设副总裁这件事，我有自知之明，还轮不到我。你怎么知道轮不到你？我资历不够啊。这本来是你唯一的短板。本来还唯一。SW 最大的好处就是以能力论英雄。就比如我就是被破格提到现在这个位置的。这次提拔副总裁本来就是要兼任销售总监的。如果是你的情况呢，就可以以销售总监的身份去兼任副总裁。你看，这样一来不就都合理了吗？孟总刚刚的意思是，我除了资历太浅，还有别的短板。
这就是今天我找你来的原因。你现在要学会选择了。我进 SW， 一直都是林总一手栽培的，不用选择。孟总还有别的事吗？那没有的话，我就先下去了。如果林睿的船上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呢？那孟总的船上会有我的位置吗？这就取决于你了。错过了，可能一辈子就无缘了。小鱼，能力你有，大势你也清楚了，何去何从？我只给你这一次选择的机会。知道了，孟总。好了，林总，留步吧。这个严总还挺有意思。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张小鱼的声音。哦，对，他刚刚来了，我让你等电话。打给他。哦，他好像被孟总叫走了。小鱼，蔡姐，杨总刚进去。杨灿，你刚从孟总那回来？你们刚刚谈话的时候，我收到唐伟伦发来的一份通知，亚太区受总部委托，明天上午召集中国区总监以上的高管及4大区老总召开一个紧急预备会，议题是中国区副总裁人选和组织架构的初步设想。会议纪要明天要传到法国总部。明天。蔡姐，我下午能见到林总吗？你等我电话吧，杨总一出来我就跟他请示。别着急啊。你先回去休息会儿。我说真是奇怪了啊！我好歹也是个品牌总监吧，上星期还可以，今天就非得要你的签字了。王磊的医美部呢，我就没看见过他签名。财务？谁？财务主管桑迪啊，那个墙头草，连脸色都变得一本正经的，好像非得要问出个什么一样。上周看见我还笑得跟朵花似的。别发牢骚，不就是一个签字吗？小鱼，我说你不听吗？刚才我拿着单子去调货，哎，他们也给我推到明天了，说什么忙不过来，忙不过来，忙死他们了，真是。都在说这次副总王磊肯定上，说你跟林总没原来好了。别胡说啊 ！JK 这次外地回来，我还没有跟他好好说话呢。啊？这比吵架还糟吧？签好了。走吧。喂，赛总。张总，知道你忙，长话短说。你有空吗？想约你吃晚饭。吃饭就算了吧，我今晚已经有安排了。啊，是我没说清楚，我想约你的是明晚。明晚？明天你们不是开大会吗？坦白说，我并不看好你，所以约你吃饭，全当朋友散心。开大会，赛总的消息可真灵通。不过我也可以提前告诉你，我不需要散心。谢谢赛总的好意，再见。真有个性。鱼，蔡姐，林总晚上让你去薇薇酒吧找他。晚上？
他今天下午没有时间吗？他刚才本来安排要见你了，可是临时接了个电话，有点生气，就把你的安排给取消了。电话？谁的电话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让我回避了。我知道了，彩姐。希望没事吧。明天大会，他接下来还有很多电话要接，很多个总监要见。你晚上跟他好好聊。放心吧，我出去了。谢谢了。孟凡今天约我谈话。他说5票席位他已经拿下了3票。他还说他想要提名第4票，是我。条件是我站队他。小鱼，你告诉我，你觉得这个副总裁，我应该提名你吗？Daniel 来，孟凡想挑拨我们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，后来知道了。起到作用了吗？当然不可能。好，那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，如果我告诉你，副总裁我不准备提名你，你还会这么想吗？